如果我这个想法是对的，各位看这，那就严重了。我就要说，教会要有一个态度，它能够容错，就是教会得爱接受，会当接纳做唔对去，想唔对去，有错误，甚至教会得爱接受什么货？事工会做失败，这个很重要。跟阿姐，我真做一个牧师，我事工若一定要完成，一定要成功，我选什么人做我的同工？除了上帝以外啦哈，我会选哪一种人当做我的同工，哪一类的人做我的同工，这个事情就绝对成功。什么？跟我想法一样的，来咧，听我的话，唔免啦，过来咧，有能力的嘛，过来咧，执行力强，过来，有经验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在咧讲的时阵有开啦，有能力、有经验、执行力强的，一直讲的时候，你们脑袋有没有浮出一些人？有无啦？你们脑袋会浮出一些人就是古亭教会里面谁是有能力、执行力强、想法跟牧师差不多，有没有浮出一些人？我给您保证，各位兄弟，咱大部分的人浮出来的人都一样嘞，你信不信？所以就注定这个人在固定教会会忝死，知无？咱为着这个事工要做成功，咱一定会去选这的人做。这的人因为有能力、有经验、执行力强、通好沟通，所以每一个团体拢叫这的人做。每一项事工拢选到这的人，所以注定这的人会忝死。这的人忝死，其他人咧？闲死，就拢无人叫我做我也袂晓你搁惊我做唔对去，搁惊我做害去，拢无人叫我做，所以教会敢若剩两款人，一款人是忝死，一款人是闲死。迄拢是因为你不接受失败，你认为一定要安那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佢下这保罗讲出清楚的，我在前，阿保罗安那，水，拢最重要的，独独上回大仗，上帝互伊大仗啦。上帝敢无法度在前吗？佢下这，上帝敢无法度水吗？上帝交代保罗在前，交代阿保罗水。敢毋是要训练这个人？可能我真正相信我所相信的上帝，这位上帝无需要人甲帮助。毋过伊欢喜，伊做爱人，诚做伊的同工。咱若看教会历史，看为旧约一直以来，所有这个人，诚做上帝的同工了后，拢是甲上帝的事工搞砸。毋过上帝有缘接纳这个无教义的人，诚做伊的同工。主要我来要，主要是要看这个人性命的成长。所以，你若定焦伫事工的成功，你是注重结果；如果你定焦在性命的成长，你就会注重过程。我想要认为这是重要，各位兄弟，是什么款的信用群体会为着事工要服侍，会去三钱，会去怨妒？你是看结果的人会安尼做，还是看过程的人会安尼？你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不要讲私利，咱即摆想，咱拢是介认真要为着上帝来拍拼的基督徒，
竟然为着时间，咱咧结党，咧万多，咧杀鸡。你是咱会安尼做的人是看结果为重，还是看过程为重？我认为是看结果的人才会这样子啦。那看过程的人，那看迄个时间的成功无重要的人，不会在意这个的。你甲定焦伫讲代志一定安那，做甲水尽然而乐，你才会杀鸡，你才会结党嘛。我要结什么党？好多讲的啊，想法安那，赶快做法赶快，这顶人拢是安那卓越，吼、啊，另外一顶咧，吼，拢袂晓诶，好。所以才会这样结党，各位兄弟。保罗没有去讨论这个，保罗只是告诉我们不要，唔通结党，唔通杀鸡，唔通纷争。啊，不过我咧思考的是，为什么我们会递告咱万多杀鸡啊结党分派？为什么？很不幸的。竟然是为着要服侍上帝，竟然是为着要服侍人，来杀鸡，来万多，来纷争。看下这，当咱看结果为重要的时阵，咱会安尼，因为咱要成功，咱要卓越，咱要赢，咱要得到而乐，咱要证明。咱所付出的一切是有代价。可是回到他都要提醒的，保罗这段经文是在回应第1章的那一句话：基督是安那，无分开的。基督不是分离的，不是分开的。咱伫基督内面是安那，是加做一体。咱看无共款的 teamwork 成功，做得比咱较好。是三欢喜、三荣光的代志。你看到迄过程，大家在拍拼，你就会认同。啊，当咱若干那要比迄个谁拿出来迄个结果较水的时阵，咱就会杀钱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的服侍爱注意，毋是迄个成功、迄个成就。基督徒的服事不是成功，不是成就。基督徒的服事，各位兄弟，咱爱看的是成长，啊，更加重要的是成全。成全什么？成全别人的成长。我明明知影，我来做的比较好，更加有效果，更加嘛有更加有效率。啊，毋过我宁可互这个无经验、含慢的兄弟来做，我陪伊做，我来承接迄个有可能的失败，啊，毋过会当互我的兄弟长大起来。这是一款的天候。我们等候咱的兄弟姊妹来成长，这是一个成全。迄若我家己最重要，我最熬，我早就毋知走去倒去啊！啊，毋过为着我的兄弟，我宁可停落来，放慢我的脚步，我挺好我的兄弟，我用失败、用无光彩，真做代价，要做伙来服侍，做伙来成长。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真做一体的信仰群体。保罗只是在讲，基督不是分开的，所以恁袂使分党结派，恁唔通三钱万多。今日毋茫咱会通去思考，咱真做基督徒，真做这认真要服侍基督徒，是安怎嘛会三钱纷争，
买结党，买伫边啊讲，你看那个做成这样，那个，大家本来拢出伫水好服侍的心，啊到尾啊，煞来三枝分争，结党分派。我们一定要去反省思考那个原因是什么。我抓到的，我自己抓到的，是因为我们看结果过于过程。我的提供的答案是我们太在意爱成功，忘记其实我们生命要成长。咱哪会当接受失败，咱哪会当容许错误，其实咱就会当鼓励最无经验，啊，毋过想要服侍兄弟出来服侍，因为因知影，当因尽力去做，啊，毋过做袂好势，因的兄弟姊妹会接纳，因为上帝的确要接纳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再跟我说你不会唱歌了，好吗？唔通跟我讲你会噪音，吼，唱袂起哩，唱袂起哩就唱第二部嘛。唱袂起哩唱贝斯，吼，唔通跟我讲惊人嫌，我惊甲迄个遐尼好的诗班安那搞砸了。你们猜你们指挥在不在意？有啦，有练习他就不会在意了哈。哎，队长说不会了哈。哎，有时候我们人是会在意，可是我问，你认为上帝在不在意？好，那我们就学上帝一点了。好，那学上帝一点哈。哎，你们今天其实唱得很好了。好，各位这咱唔通惊，咱认真、主动、愿意来服侍，因为咱的服侍不只是互咱的兄弟姊妹得到利益，咱的服侍是咱的性命会当安那成长，而且咱参与到咱的兄弟姊妹、其他的人性命的成长，这是成全，这是一件做水的代志。牛的脚步较紧的，爱愿意听候，愿意行慢落来，啊，互相来扶持，做伙来成长。各位兄弟，这是上帝要看的。最后讲一个例子就好。现在年轻人当兵的时间比较短，好，以前当兵都要什么？要那个要什么？动不动就要跑5000公尺的那个检定，对不对？好，呵啊，全连跑对不？全连跑啊，有的跑得怎么样？快啊，有的跑不动。可是他分数是怎么算的？是80%哦，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哦。哦，我们那个时代是最后一个到的，最后搞看成绩才算啊！你当然你先搞也会加分，可是最后一个到的才是你连上的成绩啦。好，所以你这么照这搞诶，你等下跑过了就不能再回去了，就跑过了，然后最后看什么？看跑不动的人，就把全年的成绩怎么样？所以还是你怎么样？你也当照这紧啊，唔干啦。你为了你的弟兄，你跑慢一点，你背他、拖他、推他、打他，就是要把他怎么样？推过那个终点线。啊，那你有班级不？你有没有丧失你的年度最佳成绩？好，可是你们全年就怎么样？就过去了。有时候我认为，连当兵都比较像基督徒的想法。好，连那些军队的这个训练都比教会还像。好，唔通互咱的兄弟姊妹落后，无人要插伊。当然啦，咱会当3天后，好，啊，这是一个教会呢。
啊，若要讲教会甲教会中间咧，哦，咱个人教会资源较济，啊，若较弱小的教会，咱安那，互伊放水流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吊树头，哈，还是我们讲？不要讲得太伟大，什么牺牲？我们牺牲我们的资源，那三夫妻，你若要顾其他的信用的群体，你家己会不会被削弱？会哦，会哦。你若一心想讲，我要真做全台北市、全台湾上大间的教会，你会不会想去帮助其他的教会？你的资源弄会安那？要集中嘛。我们也去盖个60亿的，要不要？啊，就是不要有任何人来募款了，对不？好，我们来盖个60亿，你就会拒绝其他所有的机构、教会的募款。啊，不过等你若看到讲，这人偏偏是咱的兄弟姊妹，伫无共款的立场、无共款的所在伫拍拼服侍，你若要甲因分享。你就可能无法度诚做全台北市上大间的教会，是不是？啊，毋过你认为上帝要看倒一款？咱来要看咩啊？上帝要看倒一款？要看迄个有资源的教会去甲别人分享，啊是要看迄个有资源的教会最后变做起60亿教堂的教会？咱好好思考，各位兄弟，咱好好思考。同心来祈祷。